请咱这位美女，咱的瑞琴姐，安排歌曲《梦醒心也醉》，掌声鼓励，掌声欢迎，谢谢。各位嘉宾，大家午安。 好听的一首歌曲，梦醒心也醉。哇，那你瑞琴姐好，瑞琴姐，今天不一样哦。有哦。今天啊改唱歌。对。常常每一次来啊，都是表演她的精湛的一个舞蹈。多变化。别讲哦，跳舞、买唱歌呢。哇。真的不错。能歌善舞。其实我老实讲啊，其实唱歌也是你的强项，对不对？有啊。真的不错哈。对。今天带来这首歌曲，自己精挑细选的。
对啊，很喜欢的啦。这首歌嘛是算老歌哈，老歌哦老歌哈，啊你这首歌我相信你也很喜欢，对啊，对吧哈？我感觉你唱了如痴如醉，安尼讲厉害，哎真的不错。很棒上次那个唱歌的那个跳舞的老师有在吧？没有，那是他今天没有空。他是我同学。是哦，你的同学哈。啊你这个下个月就是要表演舞蹈了。没有。哦没有，开始现在一系列都是唱歌了，唱歌唱到年底就对了，好吧？那就让我们好好期待你的歌声，对哦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谢谢秦姐啊，真的不错，哎，他真的很可爱，很棒真的不错。